2月21號周六開獎嘅六合彩馬年新春金多寶，估計頭獎基金高達2億元。呢個係六合彩推出50年以嚟最高嘅頭獎彩金，都係最大規模嘅新春金多寶。不過，竟出現咗一件好離奇嘅事。日前有網民分別喺2間唔同嘅投注站買咗2張電腦飛，點知睇完之後就嚇咗一跳。2張彩票入面各有一注，竟然有4個號碼相同。最離奇嘅係5、6、11呢3個號碼，2條飛都係連住出現，事主都忍不住問一句：有冇咁啱啊？呢位網主喺18號就喺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上載咗2張電腦飛嘅相發帖，講出呢件奇事。大家睇相就知道，其中一注號碼係5、6、11、28、29、44，另一注就係2、5、6、11、23、28，兩注足足撞咗5、6、11、28呢4個號碼。貼文一出，網民就熱議紛紛，有人笑住話：如果真係中咗，希望你唔會再講有冇咁啱啊！亦都有人覺得奇怪，點解派晒啲機率細嘅號碼去電腦飛？仲有更細心嘅網民，除咗見到4個號碼相同、3個號碼連住之外，仲發現咗另一個巧合。有人留言問樓主：你話我知5加6等於幾？樓主呢下先恍然大悟，係噃5加6等於11。原來連住嘅3個號碼，仲有呢個隱藏巧合。亦都有網民靈機一觸，話要跟住樓主嘅號碼落注，仲話跟晒2注，等樓主唔會獨注中，真係夠晒熱鬧。